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的清晨，向大家问好。愿主耶稣的慈爱，愿主耶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与大家同在。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能够遇见神。今天的礼拜，我要跟大家谈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来自于我们的信仰的父亲亚伯拉罕，他对他的孩子以撒所讲耶和华以勒这个字。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一个成为我们在基督徒互相宣告跟祝福鼓励的一个信仰的话语。它来自于创世纪第22章的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也被以色列人传承了2000年，直到耶稣基督的世代，后来被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章。耶和华以勒就成为一种信仰的一个典范跟图像。耶和华以勒就代表神看见我们的需要，神为我们的需要而有所预备。愿今天主日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依据。我们跨越时空，从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一直到主耶稣世代的初代的教会希伯来人，一直到今天，愿我们能够指向未来。耶和华以勒就成为我们信心的一种告白，向前走。创世纪第22章第8节、第8节，他这么说：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孩子前往山上，要前往一个山叫做摩利山，到那个地方去朝拜敬拜上主耶和华。当他们出发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以撒突然发觉怪怪的，今天要前往山上去献祭，为什么爸爸没有带羔羊或者带其他祭拜的这些祭品？所以他就问他的爸爸说：今天的祭品在哪里？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孩子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这句话就成为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摩利山上。创世纪第22章第14节，亚伯拉罕献完了祭的时候，奇妙的事情，上帝并没有照他原来的要求，要那个小小以撒的生命，反而神只是在那个地方能够重新的让亚伯拉罕的信心被悦纳。所以当亚伯拉罕愿意将他独生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神阻止他做这件事情。有许多的典故因为时间不是很不允许我们去重新来谈到当时的人其实有这种祭拜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神或许通过亚伯拉罕跟以撒这种献祭的行为，要让后代的犹太人跟千秋万世的基督徒从此以后不再用人的生命成为祭品。所以在那个山上，神就自己预备了一个羔羊来替代以撒。这个故事的结束，亚伯拉罕就宣告那个地方，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有2个原文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主，他为我们预备。第二个，耶和华看见人的需要，耶和华以勒就变成耶和华看见人的需要，就为人预备他的恩惠。所以圣经后来到摩西的手上，摩西在记载五经的时候就写了这段的故事。他这么写：直到今日，后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清晨，我盼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句话的重要性。4000年前的献祭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摩利亚山，耶和华的山上。这一座山就叫做摩利亚山，也是后来以色列人称为锡安山，就是所罗门王完成他的父亲大卫的心愿，为上帝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锡安山就是古老的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靠近各个他跟橄榄山附近一座山，叫做锡安山。所以古老的摩利亚山就成为世世代代上帝神圣临在的
一个神圣的地方——锡安山。在信仰来讲，也可以类比成为我们内心神圣的圣殿，我们的内心神圣的摩利亚山。这一句话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对许多渴求上帝怜悯的人何等的重要，因为它最重要的就是代表神昔在今在永在的应许。神在他的神圣的与人相处面对面的地方，他必有自己的预备。另外一段来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跟第2节，那个地方还有20节、40节，他谈到的，特别是他谈到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在今天礼拜结束之后，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用祷告的心重新再读希伯来书第11章。这是后代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在回顾2000年来他们的祖先的信仰。所以他谈到的挪亚因着信，他谈到的亚伯拉罕因着信，后来他谈到以撒因着信。因着信就成为犹太人的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因着他们的信仰，他唯独敬拜耶和华。因着信仰，他们能够面对他们所未见的未来，他们能够勇敢的盼望的去面对未见之事，将来还没有发生，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直到希伯来书2000年的过程当中，希伯来人就从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他就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在历代的祖先身上，我们就得到了美好的证据。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本圣经直到今天传遍了全世界，给每一个渴望认识上帝的慈爱跟怜悯恩惠的人。神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愿这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今生今世祷告的一个凭据。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记载了以撒的信仰的典范，他用一句话来代表以撒。从摩利山上下来之后，以撒成为一个生命转化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以前他是一个小孩子，跟着爸爸来敬拜上帝，但是直到后来，以撒成为一个新的族长，接替亚伯拉罕。圣经的记载，他指着将来的事情，为雅各跟以扫来祝福。这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凭着信心，他指着将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建立的信心，就是未见之事，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可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更美的未来，更美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以撒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人，他能够因着神的同在，指向未来的意思就是一种宣告。我用祷告的心来为我的孩子来做宣告，这就是这个经文给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一个话语的权柄跟神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11章40节，他最后在这一章要结束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跟保罗所谈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连想都想不透。同样的一种应许，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更美这个字应该是更好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更美，也可以翻译成更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神在你的将来做工吗？你愿意神掌管你的将来吗？你愿意你的将来在神的手上是一个充满了奇妙跟美丽吗？神说他的应许是让千秋万世所有神的百姓同得完全。这一句话最后的下半段，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它可以转换成比较浅白的话语，就是让今天的我们跟历代的圣徒共同的成全神的救恩的奥秘，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发展，得到完全。各
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礼拜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渴慕、新的一个觉知跟新的一个勇气，让我们呼求神的名，说耶和华以勒的时候，带出来一种很重要的态度，就是相信。当我们在宣告耶和华以勒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诚恳的相信、信实的信心来面对自己的将来。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未来有所预备。今天这个课题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耶和华以勒是一种蒙恩的信心，耶和华以勒是一种蒙恩的信心。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跟我们身边遇到困难跟欠缺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他们的呼求跟代祷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不要怕，耶和华以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软弱缺乏，但是神必在将来来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带着一种生命愿意被转化的心，让古老的摩利山上的故事变成我们的故事，让以撒的故事也变成我们的故事。各位弟兄的姐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座圣洁的山，就是耶和华为我们所造的一个橄榄山也好，或者各个塔也好，在这个山头上是神为他的将来所预备神圣的生命转化的一个神圣之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将这个故事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记得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说，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他将他生命经验的神圣的地方就成为一个值得被纪念的地方。后来他的孩子以撒又将那个值得被纪念的摩利亚山称为神所神圣的耶和华以勒。一直到2000年之后，犹太人仍然纪念那一座山，虽然他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锡安山，表示是神灵在圣洁掌权的地方。他们也在那座山上，不只是保留了那个祭坛，他也在那座山上盖了犹太人第一次所建造的所罗门的圣殿。直到今天，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句话将持续，昔在、今在、永在。这句话将继续在每一个我们共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必然有一座锡安山，有一座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我们内心朝见神，摩利亚山是我们在内心将自己献为活祭，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那种渴望跟顺服，神必悦纳。神其实本来就不想要以撒牺牲他的生命，神只是要检查亚伯拉罕是不是有颗愿意的心，愿意在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前，我们都被感动，我们都愿意在结束之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有一颗愿意的心，将我自己摆在你的手上，如同昔日亚伯拉罕将以撒摆在摩利亚山上。各位弟兄姐妹，摩利亚山上的经验让以撒的生命彻底的得到改变。他看见了他爸爸的神，他也遇见了他爸爸给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功课，神必预备。直到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以撒带着他的家族在荒漠当中，在旷野当中一直流浪的时候，他记得他爸爸所讲的，在摩利亚山上那一个上帝是我们家族的上帝，耶和华必有预备。这个信心的话语就带着他跟家族直到千秋万世。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对我们自己跟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建立一种信心，跟我们的孩子说：孩子，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愿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是经历到神耶和华以勒的神，在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欠缺，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在我们信心被击倒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仍然这样子的宣告说：神必为我掌权，因为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
耶和华以勒这个字，它原来它的字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神必预备，另外一个意思以瑞，耶和华以瑞，以瑞这个字就是看见。所以当我们在宣告耶和华以勒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仰望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但是我们对自己说，虽然我看不见我的上帝，但是我的上帝看得见我。神看见我的内心的苦毒，神看见我的贫穷，神看见我在这种困境当中如同瞎眼一般。各位弟兄姐妹，在我内心的摩利亚山，在你内心的摩利亚山，愿今天的礼拜重新看见神的降临。当我们串联这2段的圣经，一个在旧约的开始，一段在新约的结束，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要结束，2本书合起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一个神。以撒的信心直到了2000年之后，成为历代的犹太人他们信中的生命的告白。所以他们经常谈到他的族长以撒，他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就指着将来的事。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成为你的孩子的父亲，属灵的父亲跟属灵的母亲。你要跟神求说，神啊，让我在我的孩子的面前能够指明他们的将来，能够因着神你的存在，跟因着神你的应许，因着神你的全能，我能够在我的孩子面前来为他们的将来做祝福跟宣告。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这样子的爸爸妈妈吗？我相信你我都有这种的渴望。愿神今天将这种摩利亚山上的一种权柄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也赐给你跟我，让我们成为能够在孩子的面前领导引导我们的孩子指向未来，看见未来，宣告未来，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神的预备。希伯来书第11章要结束的时候，指向未来的以撒，指向未来的以撒，他让他的2000年后的子孙，他因着他的名跟信，因着以撒的信心，他们就宣告说，神为我们的家族预备了更美好的事情。2000年前的我的亚伯拉罕，我的以撒，我的雅各，直到今天，我的上主也为我们这群苦难的同胞，在罗马人的面前被屠宰、被苦毒、被迫害，但是我们将跟历代的祖先同得生命之恩。愿神在今天让我们得到耶和华以勒的信心。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如果我们连接了今天旧约跟新约，我们只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从以撒的身上看到，他是一个可以预见未来的人。他看到了雅各，他看到了以扫，他就为他们做宣告，因为他将他的属灵圣灵给他的感动，就将那个感动跟祝福传递给他的孩子。以色列人相信父亲的祝福是带有权柄的，所以以撒是带着权柄跟看见来为雅各跟以扫做祝福。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一种宣告的一个信心。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耶和华以勒指向未来这个字，这个宣告什么呢？他说宣告给雅各跟以扫的祝福。祝福这个字叫做 eulogio， eulogio 就是 eulogos， 就是好的话语。以色列人相信，当你说祝福的话语，就是说好的话语；说好的话语，就是说祝福的话语。当你说好的话语，那个话语就会成为对方的他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宣告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学习一种新的态度，经常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的孩子说好话，经常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向我们身边我们的亲友说好话，
经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别人，不论是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能够提供能力去扶持他们，但是我们大胆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宣告指向未来。你愿意让以撒的故事成为你家族的故事吗？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共同的祷告。我们跟神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求神说，神啊，4000年前以撒的故事，恳求你让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信心成为我们家族的信心。耶和华以勒将成为我们家族津津乐道的一个信仰的告白。预见未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所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急躁。有些人会去算命，有些人渴望有先知性的声音来告诉你你的将来。各位弟兄姐妹，稍安勿躁。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相信上帝，就算你没有听到先知性的话语，你要相信神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亲自预备。因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赐给你一座锡安山，神赐给每一个敬拜他的人有一座摩利亚山。我们不需要靠着算命的人，我们也不需要去苦苦的去追求有先知性话语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等着对你讲话，圣灵等着在你内心的这一座摩利亚山对你讲话，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直接的领受神的话语。你的将来就在神的手上。你愿意成为你为孩子指出未来的父母吗？让我们通过今天的礼拜，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去爬山，带着我们的孩子如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孩子以撒去爬摩利亚山。我们跟孩子说，孩子，今天我们要去敬拜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主，带着我们的孩子迈向前。在神的面前，我们必然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备的救恩。神必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情，是与历代的圣徒同得福音之恩。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40节，他说，叫他们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意思就是我们的神在每一个世代他所成就的不一样，但是在所有的历史当中，就成就了神一个全备的奥秘的计划。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开启我的眼睛，让我明白你为我自己所预备的美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竹堂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见证耶和华以勒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曾经破碎，这间教会曾经荒废，这间教会曾经成为一个几乎流离失所的一个教会。但是神在将近30年来、40年来，重新让这个教会成为耶和华激励耶和华以勒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没有让我们失望，我们也愿意将这种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如同以撒传给他的孩子雅各跟以扫。我们也盼望通过今天的礼拜，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的生命必然经历耶和华以勒带来的更美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有3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阿们。我们要相信神的恩惠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预备的，神的恩惠跟怜悯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预备的。当亚伯拉罕跟他的孩子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其实神为世人预备，这是从圣经的起头跟圣经的结束，都充满了神为欠缺的人产生了怜悯的心，为他们预备。神的预备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当亚伯拉罕的话语耶和华以勒这句话进入到我们的耳朵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神为了我们的需要，他必有预备。Jehovah Jireh 这个字就是说，我的神耶和华他
必然为我预备。愿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惠慈爱进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神的恩惠。耶稣基督说成了，神的爱跟神的作为就在今天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天父上帝他对人的怜悯。马太福音第9章36节，圣经这么讲：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生活的情境是这种困苦流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惠。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在门外敲门，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让人得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共同的跟耶稣基督说阿们。主耶稣，你看见我的需要，上帝的恩惠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预备的。这是今天圣经的一个信息跟经文。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继续来朗读下一段的经文。投影片下去。诗篇68篇第9节，神的恩惠是为困苦的人所预备的。大卫为他的弟兄姐妹跟后代的子孙，他说神的恩惠是为困苦的人所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为我们所朗读的，这一句话也是为我们所赏识的。神的恩惠必然在今天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神的祭坛前跟神祷告说，你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求你看见我的困苦，求你看见我的困苦流离。主耶和华我的上帝，求你怜悯你的孩子，你为我的生命有所预备。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神的怜悯，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神相信神看见我们的需要，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相信神必为我们的一生，从年轻到世界的尽头，他必然为我们所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他代表了现在，也代表了将来。所以通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的应许是一种及时的帮助，也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恩典。耶和华以勒的应许，耶和华以勒的祝福是一种及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就是 Kairos 这个字在圣经，它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时光，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当我们遇到任何时刻，我们就宣告，不论是困境顺境，都是好的时刻。当一个好的顺境来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主；当一个困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宣告神必在困境的当中成就他奇妙的一个作为。所以圣经说，当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领受他的怜悯跟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大卫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的恩典是永远的，直到我一生的结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神说，跟神呼求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直到我一生的结束。第二个祷告，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建立这种信心，建立耶和华以勒的信心，也帮助你的孩子建立信心。我成为一个父亲，我在陪伴我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许多时候他们为了自己的将来，许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欠缺跟需要，我们迫不及待的希望我们心中所渴求的能够马上的像圣诞礼物的一样的临到。但是从年轻到现在，我知道上帝的预备是有他的时间，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建立一种等候的坚持的一种信心，相信我的上帝必在前面为我预备。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的信不足，求你怜悯我，帮助我。如同那个新约圣经里面那个父亲为孩子祷告，耶稣基督跟他说，如果你有信心，就必成就。他说，主啊，我的信心不足，求你怜悯我，帮助我。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我们的孩子说：孩子，你的将来是在上帝的手上，要敬虔的，要顺服的，要在神的面前全然的仰望，如同在摩利亚山上将自己摆在祭坛上，神就必祝福，好像五饼二鱼。当以撒被亚伯拉罕摆在那个祭坛上的时候，神就祝福以撒的人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用祷告将我们的孩子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悦纳我们为孩子的祷告，神就按手，就祝圣，神就让我们的孩子他的生命如同在神的摩利亚山上，神就为他的生命做预备。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说：孩子，神必为你的将来有所预备。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带领我们的孩子，为了将来更美的事情付出代价，为了将来能够领受更美的人生付出努力。因为耶稣基督说：你当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我们盼望能进入到更美的国度，我们盼望能够领受更美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要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才能够跟历代众圣徒一样的，带着一种得胜的生命进到神的荣耀宝座前。所以神为我们的生命上有什么样的预备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祷告。神啊，你在我的将来，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如果你的孩子还是非常非常的小的时候，盼望你懂得，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你就带着他跪下来，为他的将来做祷告，尽早的为他的将来做预备，尽早的为他的将来在神的面前摆上为活祭，跟神求说：神啊，我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因为神是愿意为人的将来做预备的。新约有两段很美的应许的经文，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你回去回到你的自己的秘房，在你的书房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将这句话就读到你的内心深处，记得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你就问神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什么？希伯来书第11章40节，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人生，更美好的生命。这代表的是奇妙的将来，更美的生命，更美的品格，有权柄能力，神的荣耀同在，奇妙的将来，更美的生命。它也代表着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成就美事的神。神在我们的需要上他看见了，这是及时的帮助。第二种神的预备，就是神会为每一个愿意摆上为活祭的人，他会塑造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美丽的一个记号。神愿意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展现出来神创造他的一种智慧、能力跟荣耀。神愿意让每一个他的孩子能够在这个世代，黑暗的世代，荣耀他自己的名。神所给我们的也是一种一生之久的恩典，以马内利的恩典。弟兄姐妹，有一句话来做小小的结语：神的恩惠是白白得来的。各位弟兄姐妹，确信不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神都愿意祝福你。不论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仍然在寻找你生命道路的基督徒，神的恩惠是一个白白的恩惠，不用你用金钱的交换，不用任何代价的交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虽然这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它却不是不劳而获。很奇怪的一句话，各位弟兄姐妹，祷告思考这一句话：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却不是不劳而获的恩典。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跟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叫做不是不劳而获。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主耶稣说，你当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当我们愿意让神的国进到你的心中，神神圣的荣耀就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白白的恩典
就展现出来，你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带着一种渴慕，愿意将自己摆上为活祭，懂吗？愿神帮助你我能够读懂上帝所带来他的国度、荣耀跟权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一起来共同经历，我们的家庭是一种耶和华以勒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经历过耶和华以勒的教会。我们的竹堂教会曾经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流眼泪、哭求，神没有遗弃我们。神让我们在30多年来，让圣经的应许就一件一件的重新成为如同建造他教会的一块小小的一个砖块，一块一块的砖块被重叠的叠在一起，成为今天我们心灵的一个礼拜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今天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跟神求说，恳求圣灵帮助我建立坚信不疑的信心。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意思就是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盼望。愿我们在神的圣殿，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个持续盼望的一个信心。最后，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代替教会跟上帝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带着你的家族，你愿意带着你自己来到神的祭坛前，进入到神的喜安山，进入到你内心的摩利亚山，你愿意吗？你愿意带着你的孩子去爬山？当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神必然让我们也经历耶和华以勒的奥秘。当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的时候，神必然让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我深深相信，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带着这种渴慕，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登你的锡安山，你必然能够经历到神为你跟你的家庭所预备的。愿以撒的故事成为你的家族的故事，愿以撒耶和华以勒的恩典成为你我见证宣告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如同以撒，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指向未来，在我们的孩子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勇敢的、肯定的、充满了权柄跟信心，为我们的孩子做宣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你愿意吗？阿们。我愿意，我相信你也愿意。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带领孩子在黑暗的世代迈向生命的道路，将生命的道指明生命的道。保罗说，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以撒所讲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说，以撒指明着未来向雅各跟以扫做祝福。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在黑暗的世代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开我们的孩子的眼睛，走上帝所喜悦的道路。愿神祝福大家，愿神将更美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就摆在你的人生当中，摆在你的家族。我们通过祷告等候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耶和华，我们的上主，通过今天经文的默想、学习、祷告，恳求你将这一个4000年前发生的耶和华以勒的故事，能够再一次显明在这个世代。求你让我们带有神你的美好的应许，就是更美的生命，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迈向神你的国度。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